当世间的救主受死来完成上帝永远救赎的大计划之时，全地拢点睛啦。这位谦卑的女子，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煞反转寄放家去，处落落的异乡，出身甲咱同款。伊甘愿谦卑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有一位罗马的教父，参与定死耶稣的人，伊看到主的情景，心肝大受感动讲，这人真正是异人。免了伊，也有所讲的话，伫遐个关伫十字架的，竟是有死亡的人的心内不断的回荡。人为着朋友牺牲性命，就有比这个较大的主。